大家好，我係特區時界嘅倉鼠妹妹。今次我嚟同大家介紹新加坡牌子 Black by Blue Brave 嘅兩款 Crescent Moon 系列手錶，有綠色同藍色。廢話唔多講，等我嚟逐一介紹啦。首先係綠色皮帶錶，錶徑28mm，錶盤採用新月星星設計，而佢嘅設計靈感係嚟自新加坡國旗。錶盤上嘅新月同5星代表住成長、民主、和平同進步意義，完全感受到佢哋新加坡文化嘅自豪感。倉鼠妹妹覺得佢成個 design 諗得非常之細緻，值得欣賞。跟住就係藍色皮帶錶，規格同綠色呢一隻錶都係一樣，而錶盤上嘅新月鑲咗15粒彩虹氧化耗石。用藍寶石水晶防反光塗層玻璃，仲有代表新加坡嘅 S 型指針，超有格調。兩款手錶嘅機芯同樣搭載日本 Miyota 2039石英機芯，防水30米。依家我哋做緊特價，每隻1108蚊，行貨，原廠保用1年，有原裝錶盒同收據。有興趣嘅話就快啲上嚟我哋嘅門市試戴，有需要留貨嘅話歡迎 WhatsApp 俾我哋，或者喺網站直接落單。最後大家記得要 subscribe 同 like 我哋嘅 channel， 支持下小店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